台南市议员林依婷甲林美燕，因为最近接到未少商家的反映，有不少业者借着经销通讯资讯的漏洞，以市府的名义来载上大体，然后趁机会来起价，并且强迫家属来买单。对此，议员中途邀请警察、消防甲民众管理所召开记者会，会中这位众议工会成员以着亲身的经历，表达对经销甲不少业者的不满。收到之后，他们就能马上到是谁把这个消息放给他们的。好，我们要知道的是这样。那如果今天我们原本的礼仪公司没有到的话，那事情怎么发生？好，如果家属不知道，如果他以为他是我的公司的人，那就拿去给他承办了。到后来家属发现，他不是我原本找的礼仪公司啊。那因为每间礼仪公司在承办的方式不一样，好，那你怎么去面对家属？好。那这问题点出在哪里？会中因为有民众业者将个案的个资外漏，指向消防局的无线电，对此议员嘛要求经销应该来加强资讯安全的防护。这些人跟我讲吼，我奇怪，我一看查我个资，往往就是有些外面的一些业者，就是营业业有盈利的单位的一些业者，有些商业行为的业者，伊敢让一关的个资泄密。所以像我们这样子，在无形中也往往会把一些个资就是泄露出去。所以我也干妈讲，在我们抢救过程中，还有我们在执行的执法的过程中，我们更应该在第一线做好这个就是个资还赌的这个要求啦。对此，市府消防局回应，因为无线电的系统较老旧，原本要分年来变有算改善，不过碍于财主单位去年无变。加上灾害的即时讯息，通常拢会要求出勤人员只看平板，但看到只有大区域，并无路名地址。不过有时碍于双方的确认，资讯就有可能被泄露。目前我们台南市用的这一套跟高雄市其实是一样的，是属同一版的。它会显示到区路，但是正确的地址它不会显示。但是你只要监听到无线电，你就大概知道哪一区了。所以说，这个业者应该是 double check 这个灾害即时讯息，再配合监听无线电。比如说，我今天举例好啊，伊那里南区，我凊彩一条路吼，比如说国民路还是什么新兴路，因为有时候它不长啊，所以说你如果 double check 的话，它离着离附近等，阮消防车、救护车出来的时阵，总明显的，总显的，伊就大概知影遐，爱搁听到关键字 O 卡。有可能就是安尼，就是呢去 double check。因为消防局无线电的加密，分年分阶段一档大约200万的经费。对此，议员要求，希望消防局会用一天到位，莫搁等3档。因此，将伫个明仔议会定期会提案，希望市府的预算会用一天到位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